各位觀眾，你有冇諗過，一粒植物種子發芽後，根點解永遠向下生，莖就向上伸？呢個看似簡單嘅自然現象，其實隱藏住一套超乎想象嘅精密導航系統同智慧。植物原來比我哋諗嘅聰明好多㗎，佢哋點樣分辨上下？答案係，植物細胞識得感應重力，尤其係根部末端細胞，藏住好多肉眼睇唔到嘅平衡石。呢啲平衡石其實係高密度澱粉粒，就好似細胞入面嘅小型圓錘。當植物方向改變，佢哋就會因為重力沉到細胞最低點。平衡石嘅移動就好似精密嘅內部開關，一沉到底，即刻觸發根部細胞內嘅信號傳遞，影響關鍵荷爾蒙生長素嘅分布。生長素通常集中喺根部下方，而喺根部，高濃度生長素反而會抑制細胞生長，結果就引導根部彎向重力方向，穩固扎根。係咪好神奇有智慧呢？